紀念一下紅磡站嘅新月台。不過屯馬線嘅紅磡站新月台由6月20號已經眨下眼都5週年，係啦。紀念一下嘅紅磡站嘅新月台先。不過呢度應該差唔多眨下眼都5週年啦，仲有3日。6月20號就係星期5嘅屯馬線紅磡站新月台5週年。係啦，紅磡站嘅新月台屯馬線就6月20號已經係5週年啦，係啦。下面嗰個係東鐵線嘅過海段嘅通車，已經3週年，喺5月15日嗰陣時，係啦。好，而家落去睇下東鐵線嘅情況。往金鐘、羅湖或落馬洲。都幾好價值㗎呢啲。最後一班往落馬洲嘅過境列車將於9時35分由本站1號月台開出。最後一班前往落馬洲的過境列車將於9點35分從本站1號月台開出。往金鐘嘅列車即將到達，請先讓乘客落車。前往金鐘的列車即將到達，請先讓乘客下車。A train to Admiralty is arriving. Please let passengers exit first. 往羅湖嘅列車即將到達，請先讓乘客落車。前往羅湖的列車即將到達，請先讓乘客下車。A train to Lo Wu is arriving. Please let passengers exit first.